好啦，咱开始看第6章。第6章哦，课本。来，第6章要讲的是地球内部的作用力。看过了没有？你若讲无课本，你也不要紧，差不多你上快专心听。你若无课本，我会袂爱学去。测试有成绩。来，这个6之1讲的地球内部构造，地球内部构造。然后先问一个问题，基本概念哦，卖头课本哦，看你考考这基本概念。地球的半径大概偌济？地球的半径大约就好，大约就好。你看一下，你是摇你啊看。你现在讲一个半径偌济？我问你地球，然后你问地球仪啊。来，你唔免记详细的数字，不过你要有一个基本概念，迄是大小的基本概念。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我有导你，做一个心理检测，它里面有一个常识测验。对我测验人是医院的检测师，他并不知道我的背景。我给一般民众，他对我做一个常识测验。借工常识我觉得有点牵强。他问我什么问题？请问你，光从太阳到地球要多久的时间？这个常识哦，你有刚刚有点过分，不要吵，你有概念。这个我讲的基本概念，来光速嘛，对，光速多快？这有概念吗？这理化2轨啊，不归起来哦。每秒30万公里啊。哇！30万公里是地球的7圈半。光从月球到地球要多久？1.3秒。因为月球距离地球平均半径40万公里，所以花1.3秒。所以太阳到地球呢？他问我这个问题，我给他秒回答500秒8分多钟。他有点惊讶。因为能这么快回答出来，来讲500秒8分多钟的人不多。接下来，他问我们第2个问题，你常识测验哦，常识测验哦。他说：“先生，请问，请你把24个节气随便说3个。”太简单了。然后我就跟他回答：立春雨水金者，春分清明不雨，立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是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季小寒沙。你才要避免讲，先生，你到底是中文不好还是数学不好？我叫你讲3个，讲3个。你是中文不好还是数学不好啊？我叫你讲3个。避免呢材料冰的哦，不啦，开玩笑，他就有点吓到哦。我才笑着跟他讲说，我是教地球科学的。他们跟我讲有这样有同学讲，有那很认真的同学，你在红啊？有上面我双在一起啊。林场佑在骂你啦。傻屌。有很认真的同学马上跟我讲说，
老师，你讲慢一点，我要抄起来。我说你抄这个干什么？又不会考。他就很惊讶，他就说装逼啊！老师，不会考，你背那么熟？我就说，我从当学生哦，我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考试不会考的我都背很熟，考试会考的我都背不起来。哦，这哪并过来哦？我现在不在这里了啦，我去念台大医学院的啦。如果是相反过来多好。我想要鬼之类，纯粹是无聊。我以前听那个相声，它里面有一个段子，吴兆南跟魏荣豪讲的相声，它里面讲这一段是在讲说，他当学生的家教老师，然后他给学生听放假一览表，这24个节气都要放假，然后他就把24个节气背起来，他把这24个节气背起来，我听了相声，我也把这24个节气背起来。我这不止把24个节气背起来，我还把中华民国从元旦到除夕每一个节日都背起来。哇！你知道每一个节你有多少节日？你知道吗？你知道1月11是司法节吗？你知道1月15是药师节吗？你知道我们还有民族英雄节吗？8月27号郑成功的生日。那叫5月28号吗？每一个都有。我以前很喜欢听相声，记得民国80年的时候，我自文，这人民最爱走回去。民国80年有一个表演工作坊，他讲了一个内容，我讲告人家会。他在相声里面讲了一段，他说有一天我在家里睡午觉，电话响了28下，我电话拿起来。是一个女生的声音，然后她就噼里啪啦跟我讲一大堆话。她跟我讲什么？她说我受不了你，我决定跟你分手，原因我也是蛮心蛮痛，这种话把查开掉，就是才心蛮痛出来。虽然就是有的就是一样说我不注意，就是想起我另一段可段有点阻断，你要让我跟你聊聊。然后他两万板一听，我受不了你了，我决定要跟你分手。原先我以为我是生活在幸福和痛苦之中，后来我才发现我是被排除在幸福和痛苦之外。虽然追求的本身就是一项收获，付出的意义就是一项取得。我宁可断不可断，也不愿剪不断，理还乱，还给你刀两断。这会好吗？我有点听不清我在讲什么，我还去看那个台词哦，去看那个剧本哦。各位公，先生，你到底对这个女孩怎么了？他说什么？我对她怎么了？她打错电话。电话也跟他讲，他说对啊，我跟他讲，小姐，对不起哦，你打错电话哦。这对方怎么反应？那女生说，那你也一样啊，你们男人都一样贱啊。有个什么导演，我无厘头狗啊。然后他说，你这样讲不公平哦，你这样讲不客观哦，你这样讲伤害到我了哦。结果对方怎么反应？这样一讲，他说，他就哭了他说，我又伤害别人了吗？最近都是这样，不是伤害别人就被别人伤害。我就悠悠对他叹了一口气，小姐，人生嘛，不都是这样吗？你下午没有空，我们去喝个咖啡好不好？然后就约出来了。你刚刚这么聊，我去，他就奇怪，他考试会考都背不起。再来，地球的半，所以你要有一个概念啊。地球的半径6000多，正确来说是6400多公里。所以我们的布比地球分成3层，3张吧啦，3层肉啦。
来这个来，哪三层？我先讲。最外层，北看地壳，地壳下面地海，然后最中心地壳。来，讲到分层，你一定要问一件事：根据什么来分？这是最重要的。你根据什么把它分成三层？是根据听起来好像是你今天如果是求给了吗？那正好蛋壳、蛋黄、蛋白、蛋黄。那你怎么把？你用什么把鸡蛋分成蛋壳、蛋白、蛋黄？它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什么不一样？物质就不一样，它都不一样的东西嘛。所以，你马上看哦，组成的成分不同，分成这三层。不是根据它是硬的固态，或是它是液态融化的，不是这样分的。因为同样组成物质有可能温度高溶掉嘛，冰块、水，它是一样的东西，它是一样的东西。好，这三层，来，它厚度多少？我们要有个基本概念。地壳厚薄差很多。但是平均厚度大概17到20左右啦。但因为它厚薄差很多啦，我们记得比较好记得有个概念就好了。我们用20啦，其实详细说起来大概17啦。好，安尼，你看哦，6400公里，里面占着17。这个比例，你哪把它缩小成鸡蛋，你说它是蛋壳，太厚了。来想一下这个比例，6400，然后20，蛋壳太厚，充其量就是什么？蛋里面不是有一层膜吗？蛋壳里面有层膜吗？那层膜差不多。想成蛋壳太厚，啊，照比例，安尼有理解哈。地海跟地核，来我来讲，你有一个概念，差不多一半一半。不过地海比一半少一点，它大概2900，啊，它大概2900，它这个地核大概3400。所以地核比一半多一点，地海比一半少一点，它这个微不足道。你说一人一半就没了，它真的没了啦，它才20而已，跟人家分什么？你跟你，我们都在它上面，所以它对我们最重要。你虽然整个地球还在熊薄啊，几乎忽略过，因为我们在它上面，所以我们对它研究最多，它对我们最重要。来，大家请，它分成大陆地壳跟海洋地壳。来，各有什么特色？来，北组成的东西，组成的岩石，大陆地壳以什么？来，二水是用岩石，是我们岩石里面含量最多的华冈岩。海洋地壳跟海洋地壳硬啊，海底火山上全部比。大陆地壳它厚，所以大陆地壳你也让跨年差不多30-40公里也够。海洋地壳通常不到10公里。
啊，所以高一分。它大陆地壳轻，好，斜尾圆它密度就比较大，所以那仅仅密度小，大小它不跟它有轻跟重啊。其实用轻跟重，它真的应该用密度来讲。啊，不过我们就用大陆地壳比较轻了哈，同样的单位体积比较轻。构结大陆地壳都比较老，比较下面的海洋地壳都比较年轻。为什么？为什么？而且它差很大哦。那地球到现在多久了？45亿、46亿，对不对？你随便大陆地壳去找，30-40亿的随便找都有。你跟海洋地壳啊，你很难找到超过2亿，很难找超过2亿。啊，你说，比2亿老的海洋地壳哪儿去了？被回收了，哪里回收？海沟被挤进海沟里面吞掉了，溶掉了啦。海洋干来的板块里的山，旧的海洋地壳通通被塞进海沟下面溶掉了。溶掉之后，就从另外一边的大陆地壳上面喷发出来，变成火山。整个日本琉球这个菲律宾的岛屿就是这样来的。所有大陆板块跟海洋板块接续的那些火山，都是海洋地壳溶掉又喷发出来产生的。好，所以有它呢，来，它的成分是什么？这最重要。我们既然讲说它是成分不同，组成物质不同啊。好，那地壳的成分是什么？你看鬼，卖跑的，你看鬼哦。地壳里面最多的元素是什么？卖老北起来，国二理化。地壳里面含量最多的元素。这无尾巴，不该当什么吧？第一名是什么？细胞。啊？细胞。不是吗？氧啊。地壳中的最多的元素啊，那好像没有学过一样。第二名是硒，有没有想起来了？第三名就是金属的第一名，因为到第3名才是地，这种要母金属。第3名还是金属，所以你想说金属含量最多，地壳里面金属含量最多的就是这一个铝。想到这3个前面，因为我们大陆地壳主要是含铝的细酸盐类，细酸盐钠 SiO4， 这里有啥？每一个细酸盐里面有4个氧原子跟1个硒原子嘛，4:1嘛。然后它一定，这是阴离子啊，它一定有阳离子铝嘛。不过因为铝只是最多，它不是唯一，所以那个硒酸盐结的，它有很多其他的金属离子，什么铁啦、镁啦，都有可能。好，所以铝就变成第3名。好，铝就变成第3名。来，来看这个地盘，来看这个地盘。
地盘哈，它还是细酸盐，唔跟盐，金属就换了。换成镁，啊，它这种成分哈，有一种盐脂，叫橄榄盐。好，橄榄盐很少在大陆地壳里面，但是它在海洋地壳玄武岩会看到一些，然后到地海里面就很多，啊，到地海里面就很多。当然。高地壳的没有细酸盐，金属，什么金属？没办法放我这元素符号，铁跟镍。您到底丁学到电磁学的时候，你会学到铁、钴、镍。这三种，去卖些时事哈，中国不是控制稀土吗？稀土是上面东西，你看周期表时阵，下骹是不是拢白？迄条底白，内底元素叫稀土。一这重要，它在我们的电子业什么那个锂电池什么这高科技产业，它每次用的很少，但是它是关键产物。啊？什么？测试。阿贤吗？为什么中国可以跟美国威胁说，或者跟全世界威胁说，我稀土给？难道全世界的稀土都埋在中国吗？没有，各地都有很多稀土，乌克兰也很多，澳洲也很多。为什么中国占了全世界目前为止几乎90%以上的产量？因为提炼稀土以往的方法很不环保，你知道吗？根据数据，提炼出1吨的稀土会产生2000吨的有毒废弃物，所以其他国家限于环保法规，我这些废弃物要处理的话，我不是不能处理，我成本高到吓人，这样我的稀土的成本会怎样？很高。中国是怎样？中国才不管你环保。它有废弃物都是到土、到河、到土壤里面去，它不管这个，所以它的稀土为什么有竞争力，就是这样。安尼咋？所以他会大家讲好啊，安尼让你做啊，你不怕毒害土地？我们环保法规过不了，你没有环保法规，你根本国内环保不重视。结果是谁？结果是他们的人民老百姓那个。河流、河川什么都被污染，天天把这些有毒吃到肚子。啊，你说现在怎么办？现在美国那边为了对抗脱离这种，我自己做，但是我要应付我的环保法规，我怎么办？我用更高的科技来降低这个有害废弃物的含量，破解你的控制权。所以啊，稀土就是这样。然后铁钴镍这个铁磁性物质，上面一个铁磁性物质就是磁铁或是可以被磁化的东西，也就是可以被磁铁吸引的东西，只有铁钴镍。我们地核内部是固态液态，外共的2层，外层是你说液态不对啦，应该说有可塑性，类似像什么麦芽糖啊，麦芽糖你讲它是固态液态，它放久了它会变形，
可是它不会流动，它会慢慢变形，是吧？流圈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地球会有磁场的原因应该是来自地核，可是因为它离我们太远了，太下面了，我们钻不过去。依照完工，那个郑捷康那个二不用坐飞机了你要口井挖到美国去，然后就井口写一个往美国，然后你就往这井跳下去，然后就飞到美国去了嘛。不要跳可行吗？小朗，多惊喜。该做这运动啊你啊要。好啦，靠有惊喜吗？来，头都抬起来。睡着了。要困。不要假装听不到，都知道。要困呢？我一招小光人在睡眠的时候都会学习。国一生物练到一种叫做扩散作用，我就心里有点感应。我说这个书是知识浓度高的地方，我的脑袋是知识浓度低的地方。我如果把书当枕头睡觉，根据扩散作用的原理，它的知识会扩散到我的脑袋。然后我就隔天我就考很好了。不用，我试过了。我还用过什么？放那个英文录音带。然后我们以前是录音带，还有那种自动回带，也就是说你不关掉它会一直放我睡着了醒来要早还在放那我是不是读了一个晚上的英文呢？没有用。我以前理论是说，睡觉还有在听，为什么？我高中的时候我木完把它顶空中英语教室，6点开始。结果外闹钟响起来，6点，我就把收音机打开，用让我妈妈听得到的音量开始放出来，唱歌啊 ，We starting the morning， 唱歌，歌唱完我就睡着了，因为接下来我就听不懂了。可是我觉得我睡觉我在听为什么？因为我听懂我还是会醒过来，因为当我听到 goodbye 的时候我就醒过来了。6点半了，准备上学去。对啊，这证明我耳朵是有在听的所以他讲 goodbye 我听得懂的我就醒过来了。所以我听一晚上，他为什么考试会考不好？这我也觉得很奇怪来，所以呢，分成这3层，那地球磁场你不要小看我们地球磁场机制，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它可能因为它有一个硬的核心跟一个可塑性的核心，两个相对之后，而且你知道地核的旋转，它不是被整个地球带动的跟地球按那谁之类地核不一定绕一圈就是这样相对差异的改变，才造成地球的磁场。你知道我们地球磁场会改变吗？知道。每30万年会翻转一次，南北极会翻转一次。你有没有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要不然抓。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它每30万年翻转一次？他们乱动是快翻转，只要抽流掉，你应该有这个问题才对我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上次讲那个恐龙时代的空气，我跟你讲过嘛，是那个琥珀嘛。问题是那个又没本事告诉你地球的磁场，那个只有把空气包进去而已来，外太空我们怎么知道的？岩石，火成岩是岩浆形成的，对不对？岩浆里面有铁的成分，对不对？就是铁钴这种磁性物。它在岩浆的时候，它是可以自由转动。
咱的磁化，你有看过小学有做过一个磁力线的实验吗？就你敲敲敲，它会跟着周围磁场排列，但是那铁粉才会。同样的岩浆里面的铁哦，它也会根据当时地球磁场的方向去排列的。可是问题是，当它凝固成岩石的时候，它还会不会动？它就不动了啊！这代表什么？它就记录出它当时凝固时候的地球磁场，好像录音带一样，我就这样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们去岩石找到这块岩石，分析它形成年代，分析它的磁场，我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地球磁场是指向什么方向。咱的大西洋底部，咱后的看见中洋基两边，一个非洲大陆，一个南北美，2亿年，30万年一条，密密麻麻的都是磁场反转的证据，好像斑马型的纹路。你如果把它磁场反向